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海岛的机会伫咧海洋，台湾的机会就伫转换过来面对海洋。这是开展台湾海洋文学上重要作家廖鸿基所写过的一段话哦。济少年辈拢读过伊的文章，但是伊嘛讲文学其实敢若是伊小解海洋的一种方式。伊捌走过船，嘛捌执行过这个海洋海底的生态调查，甚至现此时真夯的这个赏景的这个活动，拢是开始规划甲推广的。就咧安尼看起来，咱讲文学以外，海洋的这个环境、生态、甲产业、精神、甲体验，拢是专心要去推广，要互咱台湾岛国囡仔看见更较广阔的这个海洋。风土之治是海洋，基业十八。必来团，也是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了解廖鸿基的故事。以前，乌楼不过是一个名词，如今。我伫乌楼底漂流，对着乌楼的脚步，远远看到咱台湾这座岛屿。随身带着一本簿仔，毋论是伫咧厝内的册房，也是对船出海，伊无时无刻拢咧写。伊是廖鸿基，是台湾最重要的海洋文学作家。做过5档的特海人，出海前半档套价是稀咧咧，毋过伊毋回头。有关长期伫咧海上做工课，30档来，伊是借用家己的身躯甲海洋伴暖，每一字每一句，拢是唱好海洋的歌词。伫海顶应该说吃足了苦头了，都一面爱劳动，一面适应啊。我总是会听见讲海洋伫头我讲你若会当。坚持落去，你就会当看到我上水的风景。伊捌对着远洋渔船，行踏全世界，孤身孤船驶台湾。伊嘛捌坐伫咧细船仔顶，甲家己交互乌流，海上浮沉100点钟。虽然时间短短100点钟坐伫上原始的海洋，我全身的感官规个拢拍开。如果你说他带着强烈的在地性，那个在地性是他自己身份的一种参与，以及透过书写，然后回向陆地，然后引导就是读者们也进入到海洋的一种身体实践。廖鸿基用伊的笔写大海，实际用行动带领大家更较下挖海洋。1996年开始，伊投入海洋甲海底仔的调查甲保育工课，台湾第一只欣赏海洋的船仔，就是伊来带领。伊是台湾海洋观光的推广者。唯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才有机会更进一步的关怀其实赏金活动，伫这21年来，更较侪人会当去海顶，更较侪咱台湾社会去甲伊亲身的接触。今年廖鸿基摕到53年文学奖，伊讲，逐摆摕奖拢互伊的创作有转变的机会，嘛感谢每一摆得奖，提供伊更较大的创作空间。伊会继续用无同款的方式，传领岛屿的人民发现海有大深，世界有外宽。风土之治是海洋，基业18必来团，今日咱欢迎到咱的廖鸿基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这个笔真正是写真侪海洋文学这个文章啦吼。这回咱阁得到这个53年基金会这个文学奖。哦，这个感受是安怎？当然是得奖是欢喜啦，得奖拢是对作家鼓励甲肯定。对我来讲，得这个奖因为过去我伫所有的写作，拢是爱去执行亲身体验一个海洋的计划。是搭伫计划顶面所有的感受感想甲写作文章。是。所以过去因为海洋的计划，伊需要的经费拢较大，比其他的计划拢较大，所以每一遍伫做计划时阵，拢爱顾虑到要安怎来得到这个
计划经费哈。那得这个奖我未来一年我免烦恼这。未来一年免烦恼这。新的计划我嘛免烦恼讲经费的问题啦。但是咱讲你完成一件吼，这个亚洲啦吼，还是讲台湾头一个。随着这个海影啊、海流，随着这个乌流来漂流100点钟，小快让咱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是，这是一个2016年8月去执行的一个海洋计划过去我伫花莲沿海捌讨海，伫花莲沿海捌做海洋海底的调查。是那这个过来咱沿海的鱼也是这个海洋海底啊，因都是对着乌流来到东部的沿海那随着乌流伊个流离开台湾离开台湾了后，伊到底去倒位花莲的一寡讨海人嘛，拢较清楚知影，伊若出港了看到乌流若活，伊就讲流水较水，今仔日掠鱼可能会丰收尾也做赏金活动。赏金船的船长嘛，拢较清楚。出港看乌流，就知影讲今仔日好吹也歹吹。乌流若退伫种远的所在，今仔日流歹，今仔就较歹吹海洋海底啊。所以我感觉到乌流对台湾沿海影响是遐大。是。尾啊，搁进一步了解，其实乌流不只是海洋伊对埔仔顶的，对咱台湾规个台湾的。一草一木啦，其实拢有真大的影响，因为影响的是规个天气，影响的是规个湿度啦，所以咱大家拢受乌流的影响，对。不过过去因为咱久长来政治戒严久长来咱台湾欠缺海洋教育，所以咱对海的了解拢不足啦，所以我认为讲这个计划可能会当引起未来的少年人对海洋、对乌流有感觉到新的兴趣，会当去做更较大的研究啊。是，真正一个真心色啦吼，尤其这100点钟啊，甲这个海啦吼，算来车拼，尤其面对着可能是3米，或者是更较悬的这个海影来的时阵，你就困伫一个这个平台头顶，乌一地，但是边仔佫有这个玻璃浮球啦吼，浮球伫遐藏咧，其实面对海洋，迄当阵是一种。对因来讲是一个尊敬也好，还是讲会惊吓也好，甲咱分享迄100点钟你是安怎度过？因为乌流是记录上读起来，伊是北半球流上行的一个流啦哈。是靠伫咱台湾的沿海，我就想讲，那会当有机会伫遐尼重要的海流顶面顺着伊的速度来漂流一段，来亲身感觉讲乌流到底是啥物所以伫过去的资料内底判断伫台东台武差不多接近台湾尾的所在，甲放落去。照理讲，伊会顺乌流的流向会向北流到差不多宜兰的外海，差不多迄个所在诶。对着海底地形乌流开始转弯转向东北向，流对日本去。那所以这段算台湾的乌流流过的这个海域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有机会来亲身来顶面漂流。确实，伊的速度是较紧无。当初的计划规划是差不多要10天的时间啦，10天来漂流。尾啊100点钟，5天我都够啊。所以伊的流速确实是足惊人的。这个流速其实若较敏感，会当听到讲，这个流速就伫咱台湾的边啊。伊的能源啦，用能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海流不得了哈！总讲这个海流的能量来当用伫台湾，咱的社会，咱的社会，咱的这个火力发电厂啦、核能发电厂，这些拢会当面都用乌流都咱家己的能量就够，能量都够啊。是，咱搁继续看讲，其实这100点钟内底，你拢伫困伫这个。这个小小的这个乌的这个平台头顶，是我用一个3米4方的这个浮动码头啦，用这做，伊浮伫海面差不多50公分啦，伊一粒一粒拢是
50公分，爱当组合嘛，它乐高玩具会当组合，做36粒哈，拄3米3米哈。是所以我坐伫这个顶面顺着乌楼向北边漂流。是伫遮买这个用物件扎咧，用到这个保温箱吼，都开始写作，把这个过程拢甲写出来。这个磅礴，因为8月这片日头要真大啦，伊通一个磅礴，通啊密伫内底过来就是写作，就是沿途的记录啦，就是讲我一直想讲，亲身的体验，若会当随时都甲记落来较袂日后搁伫回想袂记入去，所以有这个习惯随时拢找到笔，找到谱就开始会当写。所以甲这个乌楼这个经验乌楼漂流8点钟嘛，甲写做册啦其实咱讲到这个乌楼漂流，其实边啊搁有一只船，或者咧盖河船啦盖河船头顶有面顶有啥物？小盖互咱观众。因为这个计划算真大啦所以阮毋是我家己一个人的计划，迄是一个团队的计划啦。阮团队有10几个那10几个需要一个生活的空间，所以这个盖河船顶面都提供这个生活的空间有睡舱啦、盥洗室啦、厨房啦简单的拢有所以这个其他的这个团队伊会当伫这个盖河船顶面生活另外伊有动能啦，有动力不过伫这片计划过程中间，伊是把眼睛关起来。偏免影响到恁做所做。就是伊会当加这个海岛平台会当周围漂流啦，伊是伫周围漂流。因为有动力，所以呢需要的时阵也当紧急启动。比如说看到我若变轨伊会当紧急启动过来甲我救，也是发生任何的状况，伊拢会当去支援啦。所以这100点钟内底拢无变过啦拢无变，拢无变。但是面对就是我头拄仔讲的这个3米深嘛，是3米悬的这个海洋的时阵，你安怎去甲对抗呢？因为伊迄个拢总若3米四方啦那照你讲若3米悬的影，伊就会影压这个粗度这个斜度都有可能会变都可能。所以伫3米以内，我认为讲应该会当顺利若超过3米，可能就会危险啦所以这个盖河船伫边啊嘛是看到这个影开始可能会盖河啦，正经有人伫头看看我有变过无，要来甲我救无等等。所以这100点钟啦咱讲亲像咱这个李安导演啦伊所翕的这个少年派这个电影啦但是有人笑讲你是啥物？老年派啦，老年派因为有年纪啊，毋是少年人啦但是安尼回头看啦其实对着这个咱台湾海洋这个贡献嘛是真济啦咱搁看到转来，其实你之前讲过一句话，你讲这个语言表达可能较无遐在行啦但是你透过这个书写。但是你的这个语言应该是后尾练出来吗？还是讲这个书写的过程代替你这个语言，互你搁较进步安尼？因为过去青年的这个中间我个性较容易紧张啦紧张一紧张讲话就会大字啦所以尽量都避免用语言来做表达啦所以习惯。久而久之，习惯就是讲，语言对我来讲，我是尽量避免使用啦。尾也是因为做海洋工课开始写作，有一寡场合就需要用到语言啦所以就尽量练习啦慢慢一句一句讲安尼。是，所以咱讲你这支笔嘛写真侪这个海洋文学啦咱嘛讲到侪少年辈拢读到你这个文章，咱等下继续甲你讲你对这个文学以外做了啥物？但是咱要过来问到头拄啊，嘛有人甲你这过程啦，乌楼漂流这100点钟甲伊做成这个纪录片，或者查甫人甲伊的这个海啦哇，这是由这个乌藤导演伊所翕的另外一位这个嘛是一个摄影师，伊做这个海洋甲这个海底啊这个生态的摄影。其实恁两个正做是伊2部分的这个主角，这个导演安怎去甲安排，你的部分伊安怎甲你安排？本来这个计划漂流这个计划想讲就用阮基金会摄影组来记录伊的过程
有朋友讲，这个计划真难得啦哈，敢若用过程的记录是无够，希望会当，伊都建议讲会当邀请一个较知名的导演来做更较多元的记录，所以就介绍到这个黑糖导演，是就安尼熟悉哈，我无想到讲这个漂流的计划做完了后，这个黑糖导演才同我讲，咱才要开始翕呢，才要开始翕呢，是尾啊无想到讲这个黑糖导演的意思就是讲，明年春天将要上院线的这部纪录片是这么的多元把它延伸变作是我甲真丽一个念影书两个查甫人会互动，喜欢海洋甲家己的家庭中间所产生的一寡问题用这个做主题啦无论如何，我是看这个纪录片，纪录片比文字，也是讲语言的表达伫台湾这个阶段来讲，我认为是一座真水的桥梁因为电影影像的部分会当有更较侪人直接就会当感受到海洋甲咱的关系。虽然这部电影要表达的是两个查甫人甲海甲家庭的关系，不过我看中的这部纪录片我是想讲，伊应该是台湾上水的一部海洋电影，是一部海洋电影所以咱要来看讲这廖鸿基老师啦迄当阵选择面向海啦海这个决心是啥物？迄个选择是啥物？咱先做回来看。廖鸿基自细汉就生活伫咧花莲海边，甲大海结缘甲真早。就算是这样的伊，嘛是直到离开花顶，面向大海，才真正开始明白到海洋的这面。伫咧海顶流浪，听起来真浪漫，实际上是一点仔拢无简单。简单讲是浪漫啦浪漫去海顶流浪不过事实上你爱看另一啦无同款的世界，总是爱付出代价啦那上简单的代价就是讲，咱是陆地上的动物，所以当咱坐船来到海顶，首先你的兴趣就甲你讲，这不是你的世界所以天气若真好的时阵，风平浪静，风平浪静的状况，船也嘛拢伫用所以行船应该是较无伫出海的人，首先爱付出的代价我体质算敏感，所以我行船差不多半冬半冬阁是拖海，阁是一个劳动力蛮重的工课所以伫海顶应该说吃足了苦头啦就一边爱劳动一边适应行船阁是有人我定在伫形容生不如死这种会吐真艰苦的一个状况所以甲差不多适应半年后，才开始看见，才开始享受伫海顶的生活。书写海洋数十档，互廖鸿基成做真有名的作家。这些文章拢互人算入去教科书内底。不过当初会互伊想要挖对海洋，其实是因为伫咧环顶甲人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问题。明知讲要修理话机，唔知讲过几摆，无一摆认真修理好。伊伫海顶无爱讲话，早40出头，着一副老土海人的音调。明在是故事中的人物，其实甲过去的伊有淡薄仔相像。看到现此时的廖鸿基，真歹想象过去的伊真含慢讲话，唔知影要安怎好好表达家己的心情，无法度扮演好社会爱伊扮演的角色，人际关系才会发生问题。这样的状况，互伊转移面对大海，面对未知，嘛面对家己。这样的写作，其实嘛，互咱一切拢以速度作为原则的现代社会，
为一个反省的空间。基本上，廖鸿基的海洋书写基本上建立在实践性，然后甚至对身体的直接面对一个自然的一个考验，然后跟那个生命源头的一个黑潮的重新的一个辉映。我觉得这在当代社会，我们一切朝向一种速度化的、快速化的、物质化的，来导致于我们的人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一种感觉的一个衰落，我觉得都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的意义。甲大自然相比，人实在是真细微。咱人一旦离开花顶，行入海洋，所爱思考的代志，甲生活伫咧文明社会的时阵，会完全无同。就是讲，咱一个人其实是规个大自然内底，伊是相当渺小的哈。把这个渺小的人放伫个原始的大海内底其实风险当然真大啦哈。这个计划中间，若拄着台风、拄着风林拄着任何的意外，可能拢会真惨重的代价啦。这样的经验，互人有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本地伫花顶难以承受的跨越甲忧愁，嘛变甲有才调去面对。坐落来坐伫上原始的海洋上原始的迄种感觉我全身的感官规个拢拍开迄种感觉。过去虽然坐过大细只真侪船，不过这种漂流用最上原始的方式甲海洋接近，感觉到世界有够大，感觉到世界真安静。因为甲伟大的海洋斗阵，互廖鸿基写作今日的伊，嘛互伊想要透过文章，甲心情分享给花顶的朋友，互大家拢会使找到内心的安静。100个航次内底有92个航次有法度看到海底，特别是海底我想讲，这资源比起真侪国家的这个赏鲸、赏海豚活动，咱的资源更较丰富。继续要来请教咱廖鸿基老师啦吼，就是甲这个海、这个半暖这个关系，其实为什么迄当阵选择要向向海啊？其实2点主要的原因啦哈，我伫花莲出生，是花莲就断层海岸嘛，这边都是山，这边都是海哈，所以伫成长的过程，常常看到2条线嘛，一条就3连线，线，就会想讲3连线后壁是啥物？有一天来当爬伫3连线顶面来看这个山后壁的世界，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看海，这个嘛是有一条海平线嘛，海平线，海平线我会记得，我阿嬷常常带我去海边看日出日出了有一摆头啊问我讲。你知影迄条海平线后壁是啥物无？我唔知影。我阿嬷就讲囡仔后壁就是美国啦。后壁就是美国。对，所以伫囡仔时阵，我就想讲，迄条线后壁有一个世界新的世界。所以这2条线拢是我感觉到我这世人应该爱行到位也是讲跨越这2条线。所以我少年时爬山，然后。30岁过海去，30岁过后去讨海啦。是。迄阵30岁了后去海顶，主要的原因是，我伫岸上因为人际关系无好啦，因为语言无法度顺利的表达嘛安尼就是拢会伫人群内底边缘嘛我较歹甲人。所以算是一种这个动作啦拄着这个可能较歹过、较失智，你选择去。是，我就想讲来去海顶海顶就一只船可能大部分时间拢我甲船长2个人所以人际关系就变相对单纯嘛，非常单纯。我伫遐主要的面对的是海洋，唔是人啦。伫岸上我需要甲人。来记接安尼半暖，所以迄当阵是选择去海洋。30岁开始啦30岁开始。正式讨海是30。差不多35岁，35岁正式
做讨海人。伊人阵嘛写一本册叫做《讨海人》。迄阵就想讲啊，这个船长定来甲我讲一寡过去精彩伊伫海顶的作物啦哈。我讲啊，这故事真精彩。不过迄个年代无人讲去印啦哈。是。嘛无记者去采访。搁较无可能有作家去写因的故事。是。所以我就想讲，我来写因的故事好无？加上家己伫海顶亲身讨海的经验，应该有机会来写一本册。不过这有一寡冒险啦吼，因为过去我甲作文啦，学生时代写作文是我上讨厌的一个代志，所以我毋是文艺青年啦，要去写一本册，对我来讲是一寡浪漫啦吼。不过我想讲，我就慢慢写，我一世人就写这本册，应该有可能有机会啦。是，就安尼开始。所以嘛，开展咱台湾这个海洋文学这个开始啦吼。所以因为咱过去，咱来讲吼，台湾较欠缺就是这个海洋的这个部分，海洋的这个资源真济，但是咱过去拢唔捌甲做一届去甲认捌一个。是。人讲转过头来海阔天空，其实这句话对台湾来讲是足下用的啦吼。其实咱也会当看到海对这个岛的影响海会当提供予这个岛所有的人机会甲资源，拢超过咱的想象。所以接触海洋几年了后，我嘛感觉家己足大的改变啦。这个改变，我回头来想，应该是我亲身去海顶，我的位置一定无共款啦。那特别去海顶这个所在，我爱面对的甲伫无海顶，我爱面对伫人的社会爱面对，佫无共款。所以位置无共款，我的态度变无共款，态度无共款，思想会无共款。一摆转来了后，我就感觉讲，家己过去比较容易紧张的个性，就慢慢有变较无遐容易紧张啦。一步一步感觉家己嘛变较沉稳啦，去做代志，面对问题等这个，我感觉家己的改变，还有我有这方面的改变，所以我足想要台湾搁较侪少年人有机会成长啦借由海洋来成长自己。这个成长嘛是，唔那是你家己的成长嘛，吼，真侪这个少年辈的成长，也是讲这个真侪台湾人的这个成长啦吼。讲到这甲海这个伴暖，甲人的伴暖嘛，豆变好啊。尾也去做这个海洋海底，咱讲有讲到欣赏这个海洋这个船嘛，是你来做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其实吼，这当阵也阁是真夯的一件代志吼。我伫海顶讨海迄几年我身边常常有看到海猪看到海翁毋过我转来了后，找我的朋友甲伊分享我伫海顶看到啥。无论我安怎讲，因拢无要相信。因为迄个年代，无人知影咱的海域海洋海底的资源是遮尔丰富。所以转来了后，当我有家己的渔船我家己买家己的渔船了后，就想讲用我的渔船做工作船请一个船长，请一个研究生咱做伙去海顶来记录做正式的记录。动机是单纯啦等于台湾社会搁较侪人知影咱的海域有遮尔丰富的海洋海底资源。就去做这个计划1996年去做这个计划了后，果然发现到倍种，发现率92.4%，这个数字我要记了。就100个航次内底有92个航次有法度看到海底，特别是海底我就想，哇，这资源比起真侪国家的这个赏鲸、赏海豚活动，咱的资源搁较丰富。我就想讲，若有一只船会当载着咱这个岛过去对海洋拢是害怕的。拢惊吓。若有一只船会当有搁较侪人受到这种海洋海底我拢认为伊是海洋动物明星。因为因生着是行为拢甲鱼无共款，伊会主动接近船只这种行为动物明星这样的等级的动物会当吸引真侪人为着要看因愿意
上船愿意出港台湾向海行出去上困难的一步，可能就安尼行出去，就积极去推动这个赏金活动。是，但是嘛是有人质疑讲，这个赏金这种活动啦吼，会带来真侪这个问题啦。但是你有讲过，你引用这个真古德伊一句话啦吼，就是讲唯有这个接触有甲季节吼，才有法度关心这个海洋，还是讲关心这个海洋还是海地啦吼。是，就是我感觉讲人伫所有的项目内底拢爱学习啦无论任何拢爱学习。咱过去真少人去海顶去接触因，毋过咱一定到咱沿海生态、沿海鱼仔的资源。败坏到将近枯竭的地步，所以迄个理论我感觉我质疑啦。是，拢莫去接受，是毋是就会当保持？我认为无。过去无真侪人去海顶，不过咱一定因为无知把它败坏到。是，尤其透过这个食食的这个文化吼，拢顾到咱的这个肠啊吼。过去海底啊，伫鱼市场伫寻常的疑惑嘛吼，较早咱食鱼啊，敢若考虑到要安怎料理吼，咱真口感有好无？因为海底啊有啥叫做海底啊，因为有人去甲掠来，这个口味口感食起来是敢若底啊这个共款。是过去咱是用食物的这个层级的对待因嘛吼。赏金活动了，至少伫这20年了，台湾社会你若讲搁要食海底啊，无可能真侪人会，因为奇怪哪会当食？咱的观点一定改变，就是讲咱一定透过接触，咱学习到讲这种动物莫食，这种动物咱会当拿出海去看。是，这个进步的程度比日本搁较紧咧，因为日本搁今仔日搁咧食，咱台湾一定规个改变啦。是，这应该是赏金活动所带来的一种观点的改变。有影。咱咧讲这个欣赏海洋也好啦吼，咱讲这个华语或者是抹香鲸啦吼，台语或者是观察头海洋啦吼，观察头海洋，你有甲伊号一个名，或者华语你有花小香啦吼。毋是我号，迄是阮基金会这个解说员吼，因为这只海洋，这只抹香鲸一定5年10次来花莲的沿海，所以伊的行为嘛，甲其他的抹香鲸无共款，伊拢每次看到抹香鲸，我的经验是差不多1公里我看到赏金船，伊家己的收活来，主动收活来，收活来甲船那边是足靠近的，就是伫个船边安尼啦，头伫船边安尼吼，所以伊的行为特别所以阮的解说员对伊的记录特别济啦哈，所以有5年有10摆的记录哈，我就想讲这是咱台湾的朋友的，咱台湾的太平洋的朋友，是，朋友一直来，咱一直拢无表示，这无礼貌嘛，咱应该主动来表示讲，朋友来，咱嘛会找机会去访问这个朋友，所以每年我会做一个计划，就是去用这只船代表咱台湾。去太平洋去找这太平洋的抹香鲸，是找花小香哈，这只抹香鲸叫做花小香。是花就是这个花莲的花，因为伫花莲出入，所以予伊姓花啦。4年前，5年前拄到伊头一摆，伊是青少年，所以用小。香是抹香鲸花语这个香啦吼。其实你讲过啦，这个海洋是无法度逾越的吼。你欣赏海洋的时阵，其实你看到这个海。会当看到这个资源也是好，爱去撞到、拄到，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捌到啦吼。是，接触都有机会学习到如何来尊重。真正是这个尊重啦吼，甲因学习安尼。其实咱讲到这个海洋甲海底啊，这个生态这个调查吼，甲当有较新的这个突破无？因为民间的资源毕竟是有限哈，那继续会当用政府的资源来用这个学术方面专业来做研究哈。咱应该会当伫1996年做这个研究计划，到今仔日哈。照理讲，应该学术界应该要更加进一步来做
民间无法度做的这个调查。讲到这个学术界，其实你嘛伫咧真济这个学校内底教这个海洋，唔那是文学啦吼，海洋的这个教育啦吼，所以这个教育这个部分是真正重要这个部分。咱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廖鸿基老师哦，伫咧海洋这个教育头顶奉献的什么，咱做来看。那廖鸿基的海洋书写用海洋来感知生命脉动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具有时代意义的。这档以来，廖鸿基的笔无停过，佮带领社会大众亲身甲海洋、海底接触，都是希望会使，互更较侪人来了解明白咱的海洋。这件代志，我是认为我家己伫这世人中间做出看会到或者看会到的成绩啦哈，因为赏金活动已经21年，这21年来，我看到台湾社会甲海洋海底这种海洋的动物中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伫赏金活动进前差不多30年前台海底食海底肉，迄是伫台湾是非常普遍的我做讨海人的时阵，我嘛捌食过30年后的今仔日就是讲赏金活动伫21年后，你看到台湾社会对海底真少人会去想到讲这是会当食的因为咱亲自来到海顶看到这海底海洋主动来到船边，老船长就是上好的例嘛。这老船长，因过去嘛拢抬过海底嘛拢食过海底肉，因家己看到海底来到船边，甲船有安尼互动因会感觉家己感觉叹一口气，因会讲过去哪会甲食咧遮古水过去哪会甲食？因为开始明白，才有理解，嘛才会有同理心。分享安尼的体验，互咱的人民会使具体了解到海洋的生命力，自册顶的文字变化做真真正正的生命力。透过分享伊的海洋体验，廖鸿基嘛，互咱有机会搁一摆思考咱多数国家甲海洋的关系。土地有限啦，海洋无限啦，所以若会当多数甲海洋做结合海岛其实这两字一定清楚甲咱讲，海对岛是密切不可分的台湾过去因为政治概念政治概念加缺乏海洋教育这两项大部分台湾社会对海感觉是有距离的啦这是无合理的。从海洋回到陆地，然后再从陆地再不断触发到海洋，那也许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更好的一种世界观的一种建立的方式。它是既照顾到本土我们台湾本身，然后又注意到我们台湾可以是怎么样去思维它、去开阔它，找到它真正的在地心中最好的东西。那这是需要不断的探寻的，所以海洋也是那个往外探寻、再回来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会使讲，安尼体会是伊去深度感受海洋了后，所得到一种更较活泼来入入世界的方式甲态度。这是伊自大海炸转来，要分送给台湾人民的宝贵礼物。风土之治是海洋基业18必来团，继续咱们搁请教廖鸿基老师啦吼。咱讲海洋的这个教育，其实你头段嘛讲过，你唔干那教这个文学尔，嘛唔是干那推广海洋这个文学，其实上重要就是这个教育部分。教育部分其实搁有这个海洋这个环境啊，其实拢伫这个学校内底、学术内底，还继续去推广。尤其咱讲你伫咧东华大学吼，还是讲其他这学校拢有来教啦吼。因的这个背景如何？也是讲吼，大家咧抢课的时阵，拢抢甲抢袂离安尼。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啦，会当伫大学的学园内底，有少年愿意来选这个课。我伫东华大学有12年的时间伫遐开课啦。这12年中间到尾啊，我知影
学生要选这个课无简单啦，拢用抢的，秒杀啦，听讲拢秒杀。我当然真欢喜，讲有少年对咱台湾的海洋感觉到兴趣，愿意搁进一步来了解。当然我上课唔是干那讲海洋文学啦，我感觉这个海岛甲海洋中间的关系。我想海岛两字都足清楚，大人讲海甲岛嘛，海岛离不开海啦哈。安尼中间，所以我伫这12年，也是讲伫其他的大学、其他的校园，拢有这个机会来开课哈，这个机会来甲更较侪少年人来介绍咱的海洋。这个少年人，互你的回馈是啥物？我感觉到，若有。少年的开始对咱的海，感觉到兴趣，我就感觉讲真欢喜哈。就讲咱过去无学咱的少年人知影海岛这两字对每一个人有真大的影响哈。至少伫这个课内底，短一学期真侪少年人知影讲咱是海岛，咱甲海的关系是啥物？是海会当提供互咱啥物？因为一个海岛一定是。资源有限啦，吼，所以咱台湾足习惯都是进口，足侪物件拢是进口的，咱的食物啦，咱用的物品啦，足侪拢进口的，能源来讲嘛是拢进口的，吼，毋过，学咱这个海岛上大的弥补就是咱开阔的海洋，所以海洋会当提供互咱的，我定定用一个面积做比喻啦，吼，就台湾36000平方公里嘛，吼，咱实际上咱会当掌握的海洋面积是18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要6倍啦。对，这个比例来讲，伊会当提供互咱的远超过这个比例，所以咱会当，若会当，咱的少年的若会当运用台湾的海洋优势，是，因为老天给咱台湾。真正好的海洋资源啦，哈，不管是海洋生物资源，还是非生物资源，台湾都是一流的啦，哈，拢是真正好的。所以咱的少年，我定定甲少年人讲，你若会当伫过去以后啦，哈，以后入社会了，你的专长无一定拢爱，大家拢去海顶做讨海，毋是伊个意思，就是讲你的专长若会当看到台湾的海洋优势，运用伫你的专业顶面。你可能都会是国际性的专业哦，有影。咱像咱的台湾的海洋地理位置好了哈，伊是伫东亚的中间的位置，这是一个海运枢纽的位置。像张荣华先生伊都看到嘛，尤其杀长荣海运，所以长荣海运足紧的速度都爬伫全世界头顶头一名嘛哈，这都是海洋和咱台湾海洋这个环境的优势，对。所以讲，台湾的海洋优势，若会当有更较少年人看到，咱以后台湾面对海洋的开阔，咱发展的格局一定是无共款。是，这个少年人真正看到这个海洋，咱台湾徛伫这个位置的这个重要性啦吼。其实讲海洋对真侪这个少年来讲，来透过这个。廖鸿基老师这个文学，还是讲这个教育，其实会使搁推广搁较济。但是海洋对来讲是真正真重要这个一部分。但是厝内的人，咱都要考虑到因的这个意见。我进前听过这个老师分享过啦吼，老师讲啥？老师讲过去爸爸是无认同的啦吼，尤其吼伫咧这个签册、这个新册、这个发表会头顶，伊个举手问问题吼，问啥物的老师？伊安尼问来问讲。廖先生啊，一个是廖先生哦。你伫海顶享受的时阵，有想到父母为你的担心无？哇，父母的这个操心真正是。啊，你安怎甲回应？我讲我讨海毋是偷，毋是抢嘛，吼，迄是正当的职业。是。父母拢是关心，吼，会当了解。我会。保证会当做出更较好的成绩来报答我的父母。我用安尼讲法。是，所以迄当阵爸爸有接受吗？当然，这个愈接近的
亲友哈，拢是反对上厉害嘛，因为伊担心嘛，担心你危险，担心你的收入无稳定哈。毋过我感觉上好的解说就是你做成绩出来嘛哈。所以这个发表会，新册发表会会请爸母来现场，请朋友来现场，意思就是因会当分享出册的这个光荣嘛哈。一摆搁一摆了后，几年了后，我若较无出海，阮爸爸有当时会问我讲，哪会遐久无看你出海？从伫反对作为看嘛变做是支持。其实除了爸爸以外其实查某囝过去可能嘛是有反对咱看到这个乌楼漂流100点钟内底有一只船，这个就是赞助者这个船咱看到赞助者内底有一位。就是恁查某囝，迄个画面，互人看了真正感动。对你来讲咧，你目屎嘛要滴出来对？就是讲查某囝过去算讲反对反对我伫海上的工课即摆的计划伊用实际上伊用赞助这个计划，赞助这个计划1万块安尼来支持我伫海顶的工课所以我会问伊讲，有。队伍着定嘛有甲这只船出来无？伊就摕船仔顶的麦克风伫海顶头讲把过去有听你讲这个计划，即马看你英勇的，要英勇的徛伫遐伫漂流敢若讲安尼尔，我目屎都流落来就是讲过去的反对，甲今仔日终于成为一个。赞助者，个伫台中赶过花莲，伫这只船来海顶看我，妇女会当伫海顶来当好解这一个当然让人足欢喜的代志啦所以因为讲了嘛，船仔顶的人都拍婆所以就讲老爸查某囝伫海顶。握手一下好吗？都迄个画面总会当伫海顶，伫乌楼的顶面甲查某囝伫遐握到手啦。安尼一工等偌久啊？无啦，其实尾啊嘛，陆陆续续知影讲，查某囝对我伫海顶的工课，慢慢拢会认同啦。我嘛尽量对伊做一寡说明啦因为伊的年纪那大，都会当敢若用朋友的方式来讲伊嘛较会当理解。是，但是讲到这个讨海啦，其实真辛苦。过去可能这个查某囝自细汉就对妈妈去，迄当阵查某囝的妈妈嘛是无认同这项这个做海洋的这个生活啦。是啦，查某囝的妈妈。带着查某囝离开我，无一定是干那讨海，讨海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佫较侪其他的原因啦总是讨海，也是讲海顶做工课的人，总是大部分时间伫海顶昼夜颠倒啦，还是讲收入无稳定啦，这拢造成家庭一寡困扰啦我想讲尽量会当解释，尽量会当弥补今仔日。看到查某囝会当回头来认同啦其实心内是感觉我足好运的啦，足好运，足好运。查某囝伫遐侪年后，佫会当认同我伫海顶做的这个计划，也是讲我写的这个文学作品。是，其实咱讲到这个99粒这个浮球啦玻璃浮球，这个有一粒就是查某囝，互你的，这一粒就是咱讲。这过去啦是咱上重要这个渔业的传统这个工具伫咧。是过去这个塑胶浮球加泡棉浮球还未发明以前所有的讨海人拢是用玻璃浮球来做，任何的这个医疗作业拢需要有浮力啦，大于慢着安尼是，所以玻璃浮球是传统的渔业文化啦。是。今仔日虽然因消失去毋过来当做这个计划，都把这当作是礼物送互这个赞助者，对这个计划赞助者，我感觉有这个文化传承的意义啦所以都特别用请玻璃工厂
玻璃浮球，甲用请老土海人教阮安怎绑这个玻璃浮球，是赞助这个计划预算差不多100万，我就想讲，若有99个1万块的赞助者，送伊2粒玻璃浮球啦，一个人送2粒玻璃浮球，一粒伊放咧身边，一粒阮替因早去海顶去漂流，有这个意义伫咧。嘿，有伊身边一粒伫期待，一个海顶，一粒漂流，转来相逢，相会。所以安尼故事嘛真顺利，都有99个赞助者，查某囝是其中之一啦。是，哇，这个真正是感动的这个画面啦吼。咱讲到其实这个海就是你创作上大这个空间吼，尤其嘛是你推广这个海洋生态等等这个部分。转来到这个环境咧，环境其实你搁要面对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是过去是因为人的关系无好啊，所以走去海顶嘛吼。我海顶了后，我会感觉到，这个海岛需要搁较侪人来看到咱的海，海洋的重要哈。一个人的力量，一定是无比一群人的力量啦。所以等来我顶了后，就去成立乌楼基金会哈，就是讲搁较侪少年人愿意来加入，愿意来关怀咱的海洋啦哈。有人就笑我讲，你较早是因为人才离开陆地哈，即摆伫海顶转来反而去接触人群，去做一群人来关心海洋哈。我就想讲，这可能就是改变吧。这总是人爱伫人的社会，总是爱学习嘛哈，总是爱有一个态度啦哈，来借由人情的力量来推广这个社会改变。所以嘛是海洋对你的这个改变，对，自你过去惊吓甲人群来接触，尾爱去组织一群人来继续来关心着这个海洋。这个人嘛真正甲你斗相挺，嘛真侪这个志工啦吼。所以这个基金会伫1998年成立了后，到今仔日，我回头来看，算讲伫民间团体会当生存遐久的一个基金会，一个民间团体嘛，算无简单啦。到今仔日嘛，算讲是台湾唯一哈对海洋专业对海洋的一个民间团体。是，咱咧讲吼，其实这你作为一个咱环境甲海洋一个这个中间啦吼，你感觉你的这个角色还佫有啥物咧？除了讲开发以外啦，哈，我感觉会当延续落去啦，哈，就是讲一代传一代安尼哈，毕竟家己一个年纪慢慢大哈，若少年的一帮一帮哈，一代一代当拢有人伫关怀，拢有人伫传领哈，也是开创哈，开创更较大、更较多元的这个海洋的接触面哈，我想对台湾规个看见咱的海洋，看见家己是一个海岛，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是，所以咱真正要掌握规个海洋，这互咱的这个机会，然后面对海洋就是机会。今日非常感谢廖鸿基老师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感谢。风岛之治是海洋基业18必来团，今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感谢，多谢，谢谢，感恩。感谢。马老师最好的那个故事，真正真感动。哎呀，尤其迄个好比啊，好比，你头画插画，我第20分册是有帮你画，就是。